后来，这个美国要卖给台湾的爱国者3型飞弹，美国政府批准了，金额是新台币180亿。美国的国务院讲，这个军事案会当通过，是因为台湾关系法，这对台湾维持区域的军事平衡、甲政治的稳定真有帮助。爱国者飞弹发射了，直接射去天顶，对了防空，以后佫有反飞弹的功能，是美军伫空中真好用的武器。爱国者3型飞弹本来就是美方卖台湾的武器之一，即马美国国务院佫批准对台湾爱国者的飞弹延长军售案，总金额差不多是180亿。也感谢美国以具体的行动来履行《台湾关系法》以及6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。使我方能够及时获取我们所需要的防卫性的装备。这个部署伫台湾主要都市边的飞弹会继续保护国人的安全。是讲美方进前因为烦恼飞弹重要的参数漏泄出去，目前爱国者3型飞弹伫台湾也无实弹发射的经验。这个军售案批准了，敢有这个机会来试射，值得期待。